为了照顾经济弱势，市府特别提供快筛服务，予给受理后买当免费筛检。其中为调伫社会桥段陪同，嘛前往新营区野心病院的筛检站，关心民众筛检的情形。虽然一透早就出现排队人潮，不过秩序真好，希望予弱势嘛无后顾之忧，避免确诊个唔知影的危害。片在抢快筛潮的这个中间，要开出一条绿色通道。这个绿色通道是提供给弱势者，还有跟确诊者密切接触的人。我们每天大概一个快筛检站都要筛好几百个人，所以说我们很感谢这个第一线的医护人员，也感谢迎新医院他们提供这个地方来作为快筛检站，希望能够服务到弱势的朋友，那也能够让弱势的朋友没有后顾之忧。他们认为说，就是说，不要因为抢不到快筛，或是说这个没有去买快筛而产生了这个确诊的遗憾哈。就表示，淡市都要予需要快筛嘅受理后优先，另外甲确诊者密切接触的人，买当到新营野心病院、新华体育公园、甲南区双漂娱乐中心3个所在地来做快筛。台湾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